中华丰原乡有一阵少年的都市，引用着时在地友善种植的食材来做生态料理，佮亲身去拜访农渔民，了解食材的成长过程，甲这块土地故事，佮有守护环境的观念，拢透过食食来记录，互更较侪人会当了解感受。暗时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，带大家做伙来食一喙台湾的滋味。食谱参考，但是做料理是非常随机应变的，就像大自然一样。这场餐会是中华丰原乡公所举办的，邀请生态都市来料理友善环境的食物，希望透过食食，让在地居民了解故乡环境面临的问题，也有因当咧做的守护生态行动。今仔有一个乡长主办的100人的餐会，使用是咱的丰原友善的食材，用去做料理，用食来和大家形成连结安尼。这个生菜沙拉内底各有青菜，也有水果，各用咱丰原的食材来做的安尼，真正足无共的，长到这么大，头一届食到这尔啊无共款的安尼。陈宏伟同款嘛是生态都市，伊会去咱地甲渔民做伙乌赤水啊，亲身感受环境的变化。伊的每一出料理拢记录土地甲海洋的分野。以前来遮丰原啊、王景拢是食的蚵仔。今年吼就讲无蚵仔拢无啊，当地的居民啊，给他发展另外一个，互因用生活的经济来源。黄大哥就是掠这种赤水啊。对生态都市来讲，料理唔是干那追求好滋味，嘛是一种传达土地甲生态的方法。为山拿、海洋到饭岛啊，因互每一出菜拢讲出这块土地故事。嘛提醒大家珍惜资源，互生活甲环境会当找到平衡甲永续。记者洪兆生、吴一修综合报道。